发好了。面垫或是案板上撒些干面粉，把面团放上去，揉一揉，排一排气。最后把面团整理成一个圆形，按扁，再用擀面杖擀成一个长方形。擀好之后，把油酥浇上去，再来用刮板把油酥涂抹均匀。油酥涂抹均匀之后，把面团从一个方向向另一个方向卷起来。卷好之后，再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，再分别把每个面剂子切口的地方捏紧，两头捏在一起，整理成一个圆形。再分别蘸上一层水和白芝麻，再用擀面杖稍微擀开一点。平底锅或是电饼铛预热，刷一层油，把饼皮放进去，表面再刷上一层油，锁住水分。盖上盖子，用中火来烙。烙至定型之后，翻下面，接着烙。烙的过程中要勤翻面，一直烙至两面金黄，用铲子按压，能迅速的回弹，就可以出锅了。这样做出来的五香味芝麻烧饼，吃着特别的香，外脆里软，强烈建议大家可以试一试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这里，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